Hello，我係維差，今日同大家測試嘅係虛標日思道雷電5線。我首先同大家睇一睇佢個開箱，跟住再睇返佢整個盒嘅標籤笑話。喺開箱嘅過程中，我同大家講講點解要揀部符合標準嘅火牛同埋一條叉電線。因為當你叉電嘅過程中，如果佢個紋波唔穩定，好似你張心電圖咁樣，間接就會導致你部電話叉電位粒 IC 不停咁工作，導致佢勞損，同埋亦都影響你嘅電池壽命。有人話蔗渣價錢，燒鵝味道。如果你隻燒鵝打滿晒激素，你食得開心嗎？睇到咁多家居火災，個問題就係在於個火牛根本 check 唔到條線發熱，所以先會出現。佢有一盒背嘅標籤 Standard 寫咗 YS 只不過係一個金屬嘅認證。如果你買部跑車，佢同你提及車身外殼物料，完全唔同你提及個車架同埋 engine， 你接唔接受呢？佢呢個2018，我諗 Intel 都未發佈佢嘅雷電5嘅科技。喺咁嘅情形底下，佢係咪應該告 Intel 呢？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以上資料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而家就係各方面嘅官方資料。首先你會見到我喺 Intel 做 search， 根本呢條線就完全不存在。如果咁你都覺得佢係雷電5嘅，我真係唔知點同你拗。有啲博主話俾 Intel 嘅登記費就係保護費，你就絕對錯啦。Intel 登記係唔使錢嘅，你只係俾第三方嘅檢測費。呢條就係6聯嘅雷電5線，佢嘅資料好清楚，大家可以睇到，逢親係有登記嘅，你一定可以揾得到嘅記錄。至於雷電5同埋 USB4 V2 嘅分別， USB4 V2 可以出廠，冇 PCIe 技術，成本可以降低。喺日思道嘅官方網站，佢 total 有24條線擺咗上去，完全冇提及佢哋有雷電5線嘅 technology。咁大家會點睇呢？USB-IF 嘅官方網站亦都冇呢間公司嘅登記。想喺屋企測試到雷電線嘅效果，呢個係基本嘅組合。呢個外置硬碟盒就係超出咗一般硬碟盒嘅樽頸位，你睇到佢嘅測試速度。太多技術性分析就唔講啦，玩開呢批高速傳輸嘅聲都會知，大部分機頂盒嘅樽頸位都係喺6000 M。如果你想打爆佢，就用一個 8K 300到500 G 嘅 file， 唔好揾一紮零碎 file 夾埋夠咁嘅 GB， 因為咁樣你只不過係測試緊你部電腦嘅運算速度。呢幾件就係我平時用嘅測試儀，最左上角嘅巨圍，我只不過係當佢一個普通測試錶，有冇電到，穩唔穩定，因為比線芯上面嘅顯示錶更加可信。靜態測試 K2、C5 都可以好容易被瞞騙。C5 佢可以做反向疊耳測試，如果佢做假嘅就一定係無所遁形。佢可以顯示到更加乾淨嘅雜訊，如果唔係點會貴一倍呢？呢一張就用返維簡 K2 測試日思道嘅線，唔好話唔同器材。睇返維簡線嘅包裝，全部都係有跡可尋。GB 係國家認證嘅安全標籤。維簡 K2 同埋維簡線同手無欺。
我而家就講解一下各位博主嘅無知，用機電工程同電子工程嘅混淆視聽。你唔會話俾我知，你走去揾個西醫做針灸啊？佢嘅意思即是話攞部卡尺度微米。有機電工程同電子工程都知道有乜分別。所有資料其實喺盒背已經寫得好清楚。你唔係叫我去超級市場買個麵睇下有冇防腐劑，需要有化學博士嘅資格。盒背已經寫咗線材係 TC 鍍石銅。如果各位博主有咁突破嘅發現，我建議佢應該去諾貝爾申請諾貝爾獎。佢已經推翻全球物理學家嘅認知，佢嘅認知應該愛嚟帶領人類，唔好嘥喺 YouTube 上邊。佢曾經提及有80個 GB per second 嘅測試報告，做咗咁耐 YouTuber，佢唔俾條片都俾啲測試報告我學下嘢。跟住結尾同大家講講有咩抵玩嘅嘢。呢條維簡線係性價比超高嘅線，如果有人發現有條好過佢嘅，通知我。大家可以睇返佢紋波測試嘅穩定性。唔好話華強北冇可信嘅產品，呢條65火嘅叉電線紋波穩定，叉電碼絕對足球。喺華強北俾呢兩條線我測試嘅店鋪，喺片尾會有資料。呢條係4合1嘅多功能線，相當之方便。更詳細嘅資料，你哋可以喺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睇到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方面嘅測試，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嘅動力。